上一條影片介紹過探遊5個同6個麥景圖碉堡之後，覺得唔完成7寶好似唔夠完美。可惜天氣一直都酷熱或者有風雨，要去最後一個亦係難度最高嘅一個白公坳麥景圖碉堡。以一個行人呢類普通行山者而言，良好天氣配合係幾重要㗎。終於等到近日秋意漸濃，可以補上最後一塊拼圖啦。完成走訪7寶就好似集齊7粒龍珠咁開心。一個行人最初計劃嘅路線呢，係由沙頭角嘅山咀村路出發，沿山路經過山咀日軍碉堡群，進入紅花嶺郊野公園範圍，一路沿紅花嶺郊遊徑爬升，穿過一條半爆林式嘅山路，首先到達主題目標白公坳麥景圖碉堡，再爬升超過100米，探訪2個日軍碉堡同埋亞公角英軍瞭望所。回程由紅花嶺郊遊徑落山，返到山咀村路起點。但探過瞭望所同軍事遺跡之後呢，見當日天氣清涼，又有足夠涼水，決定橫越紅花嶺沿郊遊徑，經2洞、3洞、麻雀嶺、紅花嶺觀景台、紅花嶺，轉入蓮麻坑郊遊徑，回訪原礦洞同礦山麥景圖碉堡，喺蓮麻坑村結束行程。呢個即興嘅改動呢，將1寶路線變成2寶路線，同時欣賞到紅花嶺郊野公園嘅壯麗風光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呢條7寶最終章路線，都係先搭港鐵到上水站，喺 D 出口出站過對面小巴站搭 55K 小巴，或到上水廣場下面嘅巴士總站搭 78K 九巴去沙頭角，喺擔水坑站落車，落車後繼續向前行，會經過1個公廁，大家有需要嘅可以先方便一下。前面十字路口之後呢，已經係禁區範圍啦，要申請禁區紙先可以進入㗎。喺路口轉左入山咀村路，一路上車，大約10分鐘左右就嚟到通去紅花嶺郊野公園嘅路徑起點。而家正式起步，一路行嘅都係泥石山路，但路況唔算太差。幾分鐘後已經到達山咀日軍碉堡群位置啦。呢度嘅戰壕比鹿頸山嘅仲複雜，起咗8個碉堡，遲啲再作有系統嘅探索啦。但再行前冇幾遠，就有一個喺路邊嘅碉堡。既然咁近，即管順路探一探啦。呢個被編為 PB8 嘅碉堡外形同內部結構呢，同鹿頸山嗰個被夷為指揮所嘅 PB7 頗為相似，只係入口方向唔同啫。入嚟先發覺呢度已經成為蝙蝠俠嘅基地，為免打擾佢哋，不作久留啦。繼續行程，行冇幾遠呢，又有景點喎，就係呢個碉堡群嘅蓄水池，咁就腳又順道探埋咯。呢個蓄水池嘅格式呢，同鹿頸山嗰個水井好相似，仲更加有露天風呂嘅感覺添。但已經注半積水，睇唔到內裏嘅結構啦。旁邊有戰壕相連，但係都係下次再探索啦。再繼續行程，沿途都有啲較為崎嶇嘅路況。再過冇幾耐呢，就到咗編號 7033.08，位處海拔97.2米嘅一支矮小標高柱。打咗2張卡，又繼續行程啦。留意呢度都係唔可以揸車嚟㗎。呢度有一個介紹標距處嘅資訊牌。好快又到咗編號 7033.07，位處海拔142.2米嘅標高處啦。又打下卡啦。
其實過咗之前嘅矮小標高處，已經進入咗紅花嶺郊野公園範圍㗎啦。由起步點行咗30分鐘左右，呢度路旁有一個休憩處，喺呢度唞一唞同補充一下水分都唔錯。繼續行前少少呢，就見到紅花嶺郊遊徑嘅第一個標距處，跟住要行一段樓梯㗎啦。好在行咗幾分鐘，又有一個歇息嘅地方。呢度有人放咗一塊木板，有需要可以喺呢度回一回氣啊！呢度有樹蔭，又可以欣賞風景。稍作回氣，又上路啦。之後要行一段路況較差嘅山路。由之前嘅休息位置行咗約10分鐘左右，到咗一個分叉點。左面有好多梯級嘅路呢，係可以直去亞公角英軍瞭望所嘅。右邊有警告牌嘅呢，就係直去白公坳麥景陶碉堡嘅。警告牌指示呢段路況頗差，勸喻唔好行嘅。但因為呢條路徑係先到碉堡嘅，所以決定由呢度上。初段都唔算難行，但冇耐就發覺條路有好多植物阻擋，落腳位都幾窄，而且另一邊係山坡。路面都係鬆散嘅泥石同埋被野生植物覆蓋，要小心保持平衡，以防跌落山坡嘅。沿途仲要撥開擋路嘅植物，同埋避開棘腳嘅草藤，有時仲有迎面而嚟嘅蜘蛛網添。半包林咁上咗10幾分鐘斜坡，到咗一處平坦嘅位置。見到有人喺樹上標示咗呢個方向係去山咀嘅，由呢個方向繼續前行啦。沿路都有一啲絲帶標記引領。呢個位置亦有標記右面路徑係去礦洞嘅。繼續向前行去麥景陶碉堡。過咗一陣，到咗一個較開揚嘅位置。呢個時候好似突然失去咗方向性咁，應該行邊邊呢？唔使怕，靠右邊行啦。路好快又出現咯，認住呢個紅色嘅嘢，喺佢旁邊嘅小路向前行。留意路邊有斷續出現嘅水管，就算有植物阻擋，都繼續向前行咯。到咗呢個位置，右邊就有一個出口喎，有一條唔易睇到嘅絲帶標記。由呢度行落斜坡，終於到達目標啦！白公坳麥景陶碉堡係7堡之中位置較偏遠，亦係較難到達嘅一個。雖然佢距離前面嘅蓮麻坑路好近，但呢個路段屬於邊境禁區。佢所處位置呢，唔似其他6堡咁，就近有公共交通服務，要徒步行一段相當距離先可以到達。但能夠集齊7堡，花啲氣力都係值得㗎。打咗卡，我哋返到有往礦洞標示嘅分叉點，向右邊支路行，探埋其餘目標，盡量行較明顯嘅路。跟住要上斜啦，斜度一路咁增加，臨尾係一段之字形山路。呢個時候要留意右邊嘅山坡。終於見到啦，
呢個就係被編作 PB2嘅白公坳日軍碉堡。落去睇睇，入口都係例牌咁窄，通道旁都有一個長方形空間，主體係多邊形結構，有4個槍眼射擊孔。頂部中央有一個圓形排氣口，地面有排水溝。返到碉堡外，旁邊有戰壕通到山丘上面。碉堡頂部都有大量泥土同植物覆蓋住，沿戰壕向上行，好快就到咗山丘頂部啦。眼前呢個呢，應該係英軍所建嘅廁所。轉去左邊方向就到咗英軍所建嘅瞭望所遺跡。有資訊牌豎立說明添。瞭望所位於被稱為亞公角嘅山丘頂部，有人又會叫呢度做亞公頂。佢正面對住深圳嘅梧桐山。右方遠望沙頭角海，建築物係半圓形設計，前面係好大嘅弧形瞭望窗，原本係有一排可摺疊玻璃窗門嘅，但已經拆咗，部分仍然擺喺室內。瞭望所嘅入口被金屬網封閉住，佢右邊有一條落山嘅長梯級通道。就係之前上麥景陶碉堡分叉位左邊嘅山路啦。探過瞭望所，再從佢嘅左邊行，又經過廁所啦。路嘅左邊其實係戰壕嚟嘅，唔使一陣就到咗另外有一個目標啦。就係被編作 PB1嘅日軍碉堡。由於佢就喺地面，冇乜偽裝，行紅花嶺郊遊徑嘅朋友一定見過㗎喇。只係未有資訊牌豎立之前呢，好多人誤會佢以為係英軍起嘅機槍堡。入去裏邊睇睇啦。呢個碉堡嘅長方形空間呢，同入口通道平行嘅。主體部分有3個射擊孔同1個排氣口。地面嘅排水溝就好似俾啲泥石塞滿咗咯，整體結構尚算完整。喺亞公角暫時只發現2個日軍碉堡，由佢哋嘅射擊孔方向推斷呢，似乎係用作防守喺亞公角同義洞之間嘅山谷位置。亞公頂海拔約390米，紅花嶺郊遊徑將呢個山峰同後面嘅2洞、3洞串連住。日軍喺呢度起咗戰壕同2個碉堡，可以扼守西北方嘅山谷位置。白公坳麥景陶碉堡就喺佢之前較矮嘅山丘。嚟到呢度已經完成全套麥景陶碉堡集郵啦，又探過亞公角軍事遺跡，已經滿足嘅朋友呢，可以沿路返到沙頭角公路搭車返上水嘅。如果備有足夠嘅涼水，我哋就繼續上路啦。離開 PB1，繼續沿山脊嘅紅花嶺郊遊徑進發，行冇幾遠呢，經過2座舊建築物，估計係以前英軍所建嘅營房嚟嘅。跟住就沿山路上義洞，呢段都係泥石路，但有樹蔭，間中都有啲崎嶇路段，有開揚位置可以欣賞一下沙頭角海嘅風光。
跟住係一段較斜嘅路啦。見到呢個警告牌呢，已經到咗移動最高點啦。移動同亞公頂相距只有幾百米，海拔高度為439米，係紅花嶺其中一個較高嘅山峰。呢個係紅花嶺郊遊徑第3個標距處。過咗最高點，路段變得平坦啲啦。由亞公頂行咗約20多分鐘呢，就到咗山洞最高位置。驟眼一睇呢，以為到咗山崖邊緣，有啲驚㗎。行近啲先睇到，原來崖邊有一條頗為陡直嘅梯級通去山谷嘅。山洞頂部呢，周圍山坡非常陡峭，企喺呢度好似置身孤崖之上。由於冇任何圍欄，感覺都有啲驚險嘅。從呢個角度睇呢，可以感受到崖邊梯級有幾直。跟住就要經呢條梯級走過低谷，再上另一高峰啦。經過咗驚險嘅梯級，好快就到咗山谷。一段較平坦嘅路之後呢，又要上遮咯。中途回望，頭先就係喺呢座咁斜嘅山峰過嚟噶啦。呢度係紅花嶺郊遊徑第4支標距處所在，向另一高峰進發。登頂啦！雖然好多地圖都冇標注，但網上資料稱呢個山丘為麻雀嶺。呢度有資訊牌介紹紅花嶺嘅自然生態，但係就冇標示呢個山丘嘅名稱。麻雀嶺海拔高度為410米，呢度崖邊有一塊尖削嘅石頭，叫小鳥回頭石，好似一隻雀仔回望住下面嘅麻雀嶺上村咁。呢個位置呢，亦可以眺望鹿頸山同埋八仙嶺。喺小鳥回頭石嘅下邊，有一條近乎垂直嘅山徑，係可以通去麻雀嶺下村㗎。繼續前進，前面有一段路係好貼山坡邊緣嘅，而且路面好窄，對落係好深嘅山谷嚟㗎。過咗呢段崖邊路呢，係一段落斜嘅梯級。下一個景點係紅花嶺觀景台，又要上車啦。第5個紅花嶺郊遊徑標距處就喺呢度。想完成旅程唔好急，最緊要快。一輪衝刺之後，接近目標啦，但又再要行一段崖邊路啊，係咪好刺激呢？要小心注意平衡。行完崖邊路，到咗一個路口，可以行上紅花寨最高點，上面係有支標高柱嘅，大家喜歡嘅話可以上去打個卡。呢個時候亦到咗紅花嶺郊遊徑第6支標距處啦，到觀景台啦。紅花嶺觀景台海拔高度係470米，係呢次路線登上嘅最大高度。
喺呢個高度，視野當然廣闊啦，景色亦更加壯麗。觀景後，繼續向蓮麻坑進發，行一段梯級落斜，見有一個休憩涼亭，喺呢度食啲乾糧，幫手機同拍攝設備叉下電先。補給之後再出發，再行5分鐘左右，到咗紅花嶺郊遊徑最後一支標距處。呢度都係蓮麻坑郊遊徑最後一支標距處所在位置，即係2條郊遊徑嘅交接點嚟嘅。對出嘅山坡下面係紅花嶺無線電基站。而家轉入蓮麻坑郊遊徑啦，好快到咗紅花嶺山腰。呢度有個路口可以上去紅花嶺山頂嘅，嗰度有標高柱可以打卡噶。為咗想早啲完成行程，我就繼續上路啦。跟住主要係落斜嘅路，經過蓮麻坑郊遊徑第4個標距處、第3個標距處、第2個標距處，又再到咗蓮麻坑原礦洞。上次探礦洞嘅時候原來漏咗一個景點。喺主要入口旁邊原來有一條可以參觀嘅隧道嘅，仲有燈光設施添。一個短短嘅路程，可以體驗一下奇幻嘅感覺。大家嚟礦洞記得都探埋呢條隧道啊！隧道出口又可以返礦洞入口嗰度。離開礦洞，繼續完成旅程啦。又嚟到礦山麥景陶碉堡咯。沿上次硬得幾金嘅樓梯落山，今次係落梯級就輕鬆好多啦。蓮麻坑郊遊徑第1支標距處就喺呢度啦。最後嚟到終點蓮麻坑村小巴站，整條路線行咗7-8公里，橫越咗幾個超過400米嘅山峰，耗時約5個幾鐘左右啦。總算如願探齊7寶啦。個人覺得去伯公坳碉堡由沙頭角出發會比較好，因為上到最高點嘅距離較長，尚且冇由蓮麻坑村起步咁急促。大家同唔同意呢？歡迎留言討論你對呢條路線嘅意見啦。今次嘅分享又到此為止啦。以下有關2個版本路線嘅資料俾大家參考，一定記得出發之前要衡量自身體力先好啊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影片，請俾個 like、留言鼓勵、分享俾同好，同埋訂閱一個行人嘅頻道啊！你哋嘅支持係一個行人繼續認真製作影片嘅動力啊！一個行人頻道內仲有唔同題材嘅影片，請 click 呢度嘅播放清單慢慢欣賞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